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昨中国海警就宣布，这金门、厦门海峡巡查要常态化，加随有10只执法船出现，而且硬抗起咱的旅游船检查咯。高雄去年抓到洗钱集团1年过手非法金额90亿，20名共犯该判刑上当才1年2个月，搁通假做4年，引起议论。宜兰罗东夜市仔附近有巨型 PC 在一个车红顶上过旧喙齿落落来，险险啊去喊到骑奥多麦民众。中国快艇撞入去金门的限制水域，说因为咱的海巡人员要去查，造成中国渔船并船2个人死亡。中国海警昨也宣布，要伫咧这金门、厦门的海峡进行常态化巡查行动。根据着中国港口网的资料显示，今仔日有10只中国的执法船伫咧这个海峡活动。海巡署表示讲，会继续和国防部等单位掌握着海峡动态，随时做应变。一只渔船停靠伫岸边，渔民无行准备正常出海。中国快艇挖解掠鱼造成2个渔民死亡事件，引起两岸重视。当时敏感时刻，金门渔会也提起渔民出海提高警觉，有状况随汇报。这2天都有出海，目前没有什么状况。利用这个渔会那个群组，向那个渔民宣导。出海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状况随时回报我们的电台。国台办强硬发言，讲金门无禁限制水域，中国海警10月宣布会伫金厦海峡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根据中国港口网资料显示，19过道都有6只中国海警执法船伫金厦海峡出入，比起早起4只增加2只。我想有一个隐形的线在那里哈，大家只要照原来的规矩，正常的去做原来的这个渔民的这个捕捞作业哈，原来这些海域上相安无事哈，就做正常的捕捞动作，我相信也就不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还是会保持善意，可是该坚持执法的部分，我想我们会坚持执法，那来确保我们在金马这个渔民跟居民他们的权益跟安全。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也公布海巡署3年来救援中国船只15班的案例，期待予新的桥梁继续创造两岸人民的福祉。海巡署回应会运用履带守望巡逻3道感情无肃静，各甲国防部等单位共同掌握对华动态，且渔民放心出海。另外，未来金厦水域敢是有可能比较重视伫钓鱼台海峡对立的态势变做钓鱼台化，而且认为有望爱观察。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是外交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但是他如果把对付钓鱼台的方式运用在我国上面的话，那是不是这样子反而会认为两岸关系不会是只有两岸，反而变成是一个国际上的问题？这一点的话，对中国来说，他一定会非常谨慎的去做。林英友也认为，规矩就是专机，咱国会当利用机会，以海巡署执法单位为主，作为甲中共互动的窗口，伫会议传统安全甲人道救援海上执法上，创造互动沟通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就讲迄方面，车讲要伫咧金门、厦门的海峡执行这常态化的巡查，想袂到呢，伫今仔日有10只的这个执法船出现。咱金门南势公路初1号的旅游船，也互这的这个中国海警硬扛起咧船顶检查半点钟。还有人这个借护就对了，对，这个感觉怎么样？很恐怖，很恐怖，很紧张，有点紧张。有没有觉得特别被关注了？看头条，很怕回不了台湾。那你们知道说现在两岸的关系那个气氛比较紧张就对了。大陆那边的，海警中国海警，就是中国海警他们还上船，对，海警有上，大陆那边有上船，对不对？3个合理的，上5个，半个小时。
金门海巡队接到通报，随派2只船去护航，初1号，互人临检台开始半点钟才结束。伫下晡5点登到金门，旅客落船了后，也讲有关是真惊。海巡署表示讲会继续和国防部共同掌握海峡附近的动态。讲到咱台湾的年代旅游，伫咧过年期间，带台湾的旅客去到越南，却因为欠当地旅行社费用，这阵旅客就互放照涉嫌诈欺。目前北检已经伫咧侦办咯，互欠钱的越德航空台湾代理业者，今仔日也讲会向这法院申请假扣押。这年代旅游的负责人林大军一直咧拖，目前佫欠人400多万的包机费用。提出甲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的童年记录，越德航空台湾总代理业者讲，因为林大军先落行钱，毋过逐工刷一直10年时间，19早起做最后的通知，林大军回答：今仔日代志较济，请斗3天，也是约一时间讨论，也是无讲到行钱的代志，所以决定向法院提出假扣押，避免脱产唔行钱。没有办法能够很肯定的承诺你或答应你，什么时候可以支付这个款？他还有一个750万在中国信托。好的一个质押，对，那我们就照这样子的情况来跟他做一个假扣押。富国岛旅游纠纷偏保协会接到30多件申诉案件，因为电话询问也真济，预定案件数会阁增加，还未出团旅客退费差不多1300万，国家互人放婚照甲离付的金额，总赔偿金额差不多2000万。年代旅游和偏保协会拄名前有投保1000万利益保险，偏保协会会协助旅客进行团体诉讼。3月18日之前呢，一定要来做申请的动作。那在保险公司的一些相关的保单的启动理赔整个程序，这个案子做到来可能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产业业者是分析，年代旅游目前互人下令停业3个月，债务冻结，也互偏保协会除名进行理赔机会大。观光署统计，今年2月至4月，年代旅游也有430个旅客已经入信用卡购买商品，因为确定无法度出团，会当先向银行申请争议款项。那特别的检视是讲，对年代旅游收团了后，因为欠费甲旅客放婚照，已经主动分他日案侦办。案由是诈欺罪。记者综合报道。6月初开始，台湾要禁止旅游业者组团去中国旅游，为少这旅行社开工了后，拢伫咧处理人客退团的事项。观光署下晡调集旅游工会代表来座谈，会后表示讲，业者6月初1了后有招人客，却无度出团的损失，观光署会有补偿。春节进前，观光署宣布6月起，旅行业袂当组团去中国。最近国解释是依据发展观光条例有损害国家利益记录。政府原底已经完成出团准备，也毋过情势变化，组团去大陆经营行为已经损害国家利益。台商也可以过去，自由行也可以过去，宗教交流就是我旅行社不能社团，我旅行社是踩到你观光署什么东西？你观光署是旅行社的大家长，你要带头，而不是说你们不行。对此，观光署伫下昼召开各地旅行工会代表座谈，由署长周英辉亲自主持。伊对业者强调，业者伫6月初1已经收团，却无法度出团造成损失的部分，观光署会补偿。也毋过6月起禁团是跨部会各站定调，因为台湾单方面送客去中国并不公平，除了造成观光贸易失衡的国家损失，也毋过03航路调整也影响航空安全。主要是还是安全管理的问题了。M503，它确实在这个旅游安全上面，确实我们觉得是有疑虑。观光的这个产业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采取这个观光先行这样的概念来做一个破冰。学者表示，世界各国通常以旅游目的地的安规作为禁止出团的建议，限制较罕见。不过观光交流甲发展当然需要伫国家安全条件上，那旅游业界对政府以有损国家利益为由禁团，有无法度接受？无排除提适应，还是上架定况来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警方去年抓到一个洗钱集团，这3名主嫌用真悬的薪水招其他人来倒洗钱汇款，过手的非法金额有到90亿遐济。这警方呢，甲主嫌含20名共犯抓起来，进前一审宣判这共犯20人判半年到1年2个月不等，但是这个共犯呢，全部拢会当假罪4年，引起议论。
原境柳安全柳为老尾顶随落来，加主嫌在内23个人逮捕。这是去年高雄警方查到的洗钱集团，因用跋筊网站洗钱，短一年经手金额有90亿，其中参加共犯有20人，拢是主嫌以每人每个月5万至8万请来。法院审理了后，一审分别是判因半年至1年2个月不等刑期，全部拢会使完刑，引起讨论。你甲想哄骗的迄人，也会跳楼自杀的，也有家破人亡的，妻离子散的，迄款的，迄那侪人发生这代志安尼，结果你也调了，你判罪判得轻。啊！你我慢慢做诈骗集团的啊，大家买天我去走啊。他们可能是弱势，可能没有钱，然后因为钱的关系去做了这件事情，可事实上它却是有可能造成更多弱势的产生。民众普遍认为刑期伤轻，高雄地院法院回应行政法官是因为共犯是互人请的，对犯罪计划无决定权，嘛考虑到因的经济状况，才会做这个判决。专案还可以当上诉。坦认有洗钱的犯行，予以减轻其刑。他们都是依照主谋指示去执行机房内的各项工作，对于本件犯罪的支配力较该3人为低，多数非属于集团的核心人物，因此法院也只能依法给予科刑判决。若要解决我国司法上目前此类犯罪之乱象呢，应该全面由立法机关通盘讨论解决修法。有律师认为，修法只会当改善这种情况，嘛会当予法官有更加侪的裁量空间。若是3个主嫌是因为案件还搁伫审理，也未宣判。记者综合报道。海军海护畅水艦有官兵去年12月因为回收救难浮筒，撞到大海影摔落海，到今也有3个也被找到。海军司令部调查指出，这救难回收浮筒的回收作业是依照收护通知执行，官兵跌落海是环境甲装备等因素造成，毋是人为的过失。不过立委就咧质疑讲，这舰长负责下令指挥，就要担起全部责任。为什么风险遐尼大，阁爱互官兵冒险去回收这浮筒呢？海军海护舰舰去年12月发生意外，船尾出现无正常声音，救难浮标浮出来。迄时阵判断用人的方式，官兵把安全锁啊去回收浮标，撮拄到大影。6人落落海，3人救起来，还有3人失踪，到即马也无找到。海军司令部调查表示，海护舰救难浮标回收作业是照收护通令执行，官兵落落海是环境甲装备复合性因素造成，已经确认海上状况符合作业标准。做部无有期的海影，才互作业人员落落海，毋是人为过失未处罚。不过有立委认为，安尼调查结果对失踪官兵的家属无公平。军方事后的补救是增购设备，但是社会上最关注的是，在事发的时候决策判断有没有错误，标准程序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军方却没有让社会看到这方面的检讨。这个我们可能把相关的事实先确定，再另外回复你们。立委表示，海军调查清清彩彩，官兵发生落水意外了后，才紧急把人员落海警示去。舰长指挥出任务应该负全责，这意外煞无人受处罚。王定虎认为应该好证据公会。有没有人为应该负起责任因素在里面？我觉得就根据证据、根据规范，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外界关心海上是不是无好，舰长议员下令用人力回收的决策。学者分析，救难浮标对舰舰虽然重要，不过天气也无好，应请船舰协助回收。这个甲板其实并不是那么，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曲度嘛，那其实那个对于人员来说，那并不是那么好站立，尤其是如果你海况这个比较这个差的情况，那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不要太急于说做这个装备回收这样子的问题。学者表示，舰舰战备烟混比水面舰更加危险，爱精进相关作业流程，官兵的安危上重要。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2023年薪水统计结果，每人每个月实际经常性薪水甲实际总薪水拢是负成长的。其中，这实际总薪水毋但是这7年来头一届负成长，减1.04%，也是这11年来上界多。就算这薪水有加，物件一直咧起价，等于是钱同款变无去啊。会计饮料爸爸将伫成本压力增加的情况，老牌饮料厂乌熊宣布部分品项会调悬计销。原来装的330毫乌熊沙士会为20块调整为25块，起上悬达到25%。不过通膨，民众无奈表示钱真正变薄啊。
零食那一类的东西比较有涨。那蔬菜肉类的话，当然是随时价会变化啦，东西比较贵啦，可支配所得会变比较少，因为固定开销就是那么多。吃饭外面外食啊，什么都非常的贵，这样就觉得台币1000块跟日币1000块好像差不多，感觉在用。家庭主妇上感觉薪水溜袂到通膨的速度。主计总处19公布2023年经常性薪资平均45496块，年增2.43%，总薪资平均58545块，年增1.42%。去除物价因素了后，去年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减0.05%，连续3年负成长，实质总薪资年减1.04%，是我7年头一摆负成长，可是我11年上大减幅。经常性薪资的部分是年减0.05%，那在实质总薪资的部分是年减1.04%。那这个部分呢，最主要当然是受到全球景气，就是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同期物价因素的影响。132年实质经常性薪资甲实质总薪资受到物价起甲经济因素等影响，双双呈现负成长。那最近不少企业拢化被加薪，今年实质薪资表现敢会当有机会转正。对此，主计总处官员分析，厂商调薪受经济因素影响，包括基本工资、军公告调薪等等，预计会当5月发布的事业人力雇用状况调查，才会当看出厂商就半年调薪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在宜兰罗东夜车附近，所有青红灯熊落落来，加在这骑奥托派民众随打动，才无发生意外。交通处表示，讲这青红灯是巨型的 PC 材质，旧来会脆气。目前还有2成的旧青红灯会先换做合金的材质。青红灯后至熊落来，机车骑士赶紧打挡才无出大代志。17早起，宜兰罗东镇中正路甲民权路口发生青红灯落来，不知机车骑士惊到，附近民众听到声音也走出来看，好在无人受伤。就是有一台机车就到那个位置撞到这个，没有碰到人吗？他们处理的时间还蛮快的。刚才无人，因为无拢地死，都在拢刷皮啊。发现是那个是老旧的灯箱，它是属于 PC 的材质哈，那有脆化的情况，我们会针对辖区有这样子旧有的那种灯箱的一个材质的部分，会做全面清查，然后优先汰换。现场因看到青红灯箱已经换新的，交通处表示，原来差不多还有2成左右的旧的会先换掉。不过青红灯落落去的意外不止一摆，2022年10月，台中也发生过青红灯号志落落去撞到经过小客车。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亲像青红灯这种受风吹雨淋的设备，爱水材质是不是应承受环境因素的侵蚀？日本他们用的就不光只是用金属材质的而已，它还有做轻量化、薄型化的设计。它如果要换铝合金的，可能要看一下那个重量是不是也不要加太重啊，因为那个灯胆毕竟是没有变的嘛。协会表示，不只是青红灯灯箱，亲像路边的反光标顶也要注意，呼吁相关单位平常时爱定期巡视，做好维护管理，保障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国姓乡的山区昨暗传出吊枪死亡意外，有一个51岁原住民查甫人，本身也是警察，和伊的表兄去到山顶拍拉说吊枪死亡。伊的表兄表示讲，迄当时山顶有另外一组人伫咧拍拉，真有可能是死者头壳顶挂的这个头顶，互当作是动物才会甲开枪。目前死亡原因阁需要调查。救护车赶到南投国姓山区道路弯曲个下，请一位警员协助带路，搁开一大段的山路，才找到事发地点。救护人员赶紧将着枪支的死者警员紧急初步处理，赶紧送落山。虽然紧急送医，最后也是宣告不治身亡。再往前车子不容易行驶，所以我们就改用徒步的方式。患者面部有血迹，但未发现枪伤的伤口。那死者警员的家后伫大嫂的陪同，来到南投埔里分局的长寿派出所协助警方厘清调查。安怎也想袂到，红赛前一暗去山区拍拉，煞死伫枪下。18暗，有原住民身份的51岁死者警员，甲涉犯表兄结伴，到南投国姓乡山区拍拉，煞意外互枪击断掉。不明原因遭猎枪击中。经送医急救无效后死亡。本案已报请南投地检署侦办中。
当地的涉案查某人，甲警方讲，迄当时辖区另外一个制作蜡人，疑似是因为死者挂的头顶，互对方误认为是蜡物，开枪无细力弹着。警方表示，死者警员连至玻璃分局长寿派出所，正正因为身体因素请长假休养，目前由原的请假中，预计今年6月退休。那确实司法原因，检警也在调查厘清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传统的布袋戏内面呢，这红仔地的帽仔有真大学问，实文实武有真大差别。劳动部国民分署最近举办做武生巾的课程，由老师带学员一针一线做武生巾，也练捌着这项传统工艺。这两顶黄是甲粉蓝色的帽仔，做甲真有路，这是出自研生法老师的功夫。老师一针一线，豆豆啊剃买互布袋戏红仔地的帽仔，这叫做武生巾。老师表示，武生巾拢是用手工刺绣，若是布袋戏的主角会晓武功，武生巾的头前就会有竹天来代表伊是武生，若是文生就会剃珠啊。这就是表示伊是伫迄个武的，就是有练武功的人，会有一支叫做竹天。若是文的，我通常就是填珠啊，用尽量来去分迄个文武。武生巾毋若出现伫布袋戏，人气的装塔也有，亲像歌戏甲京戏。老师就讲，人气的武生巾做法差不多共款，干那帽仔并无足天的多样，是用2条筋仔来代表。劳动部高平分署即摆是举办武生巾的手作课程，来参加的毋但有时大，阁有少年家，大家拢足认真，一针一线豆豆仔车，虽然过程是介辛苦。特别好，伊会带迄个武生巾迄个头饰。然后，阁有迄个，毋是做迄个书童嘛？书童嘛是武生巾内底，老师有摕互阮看。会当学着即个传统的，希望伊毋通失传去。老师愿意来教阮。孙秋刚制作的武生巾，现主是也拄着传承的问题。老师表示，虽望传统布袋戏服的产业渐渐稀微，为着要传承，伊也将重心刷到教学，无创部来传教这项传统的工艺。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以色列十九发出最后的警告，若准3月初10伊斯兰在解决开始进前，哈马斯无把加沙地区的以色列人质放出来，就出兵去拍加沙南部边境城市拉法。因为总理纳坦雅胡面对着国际压力，立场有关是大硬，而且佫伫咧内阁会议通过，反对国际社会单方面强迫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建国声明。虽然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对加沙南部边境拉法市发动地面战，以色列也是设定军事行动的期限。战时内阁成员简辞18日一场演讲中讲，那是到3月初10伊斯兰在解决开始的时阵，以色列的132个人质也未全部返厝，安尼战斗会伫各地继续落去，包括拉法地区。到时阵会甲美国、埃及才有志协调，帮助百姓撤离，尽量减少伤亡。埃及已经伫加沙拉法边境建造大型的阿摩托围栏，防止以色列地面进攻，致使真侪巴勒斯坦人越境走入西奈半岛。不过，埃及无正面承认，讲合作是伫准备兴建后勤区，为加沙接受援助伫做准备，包括卡车停车场、仓库、办公室，也甲司机的宿舍。加沙走廊人道的危机真严重。加沙卫生部表示，拉法市北部汉尤尼斯全加沙第2大的纳瑟病院，因为欠缺燃料，也有以军的攻击，已经完全无法提供医疗服务。敢存死的医护人员照顾所有的患者，目前超过140万有落无厝的难民，拢聚集伫拉法。若是发动地面战，会造成真大的灾难。不过停战谈判无进展，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面对国际压力，态度却是愈来愈强硬，表示讲要完成任务，也搁伫内阁会议提出一项反对国际社会单方面强迫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建国的声明，高呼表决。בנושא הזה, אני בטוח שהיא תזכה להסכמה רחבה מאוד. הנה הצהרה. ישראל דוחה על הסף תכתיבים בינלאומיים בעניין הסדר הקבע עם הפלסטינים. הסדר כזה יושג אך ורק במשא ומתן ישיר בין הצדדים, ללא תנאים מוקדמים.
联合国召开听证会，形容以色列为1967年以来占领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这个领土的法律后果，一定会有52个国家提出相关的证据。基前的国家数量创下历史的新高，国际法院可能在今年底前做出无约束力的紧急裁决。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俄战争到打满2年啊，乌克兰军队确实败退。罗西亚国防部顶礼拜宣布，把乌东重要的战略城市阿夫迪夫卡占落来。这是罗西亚军队对去年5月以来头一届有重大进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证实讲，乌克兰军队已经撤离，强调乌克兰是无火炮弹药，呼吁美国爱赶紧加以援助。参俄罗斯国旗的战车紧紧开入都市，至少乌克兰东部都市阿夫迪夫卡的乌军17挡不了俄军猛烈攻击，决定撤退。俄军马上进驻，讲这是去年5月占领巴赫穆特了后第一摆摕到重大胜利。Под непрерывным огневым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йск, лишь отдельным разрозненны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оевиков удалось спешно покинуть Авдеевку, бросив при этом вооружение и военную технику. 阿夫迪夫卡伫顿巴斯工业区，马负欧洲上大的交通厂之一，有重要战略地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了后证实，乌军已经撤离当地，强调弹药欠缺是撤销主因，呼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赶紧提供更加多支持。Розмова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Байденом, дуже важливі акценти, і, зокрема, про Авдіївку, і необхідність продовження принципової і достатньої підтримки України. I spoke with Zelensky this afternoon to let him know that I was confident we're going to get that money to keep that country from being overrun by Russia. 拜登强调，美国对乌克兰支持不变。暗国媒体问到，美国是不是应在乌克兰失去国家的领土进程提供资金援助？拜登向记者承认无信心。美国参议院顶礼拜通过950亿美金的对华援助法案，其中600亿用在援乌。暗国众议院要到2月底了后才会开议。共和党籍众议长强生也真侪摆表达反对立场，资金是不是应得到批准，也个唔知。公司新闻是万良编辑。美国大选，共和党目前上有希望出来选的前总统川，纽约州法院顶礼拜判川会早期罪名成立，就要纳3亿5500万美金的罚款。川本人伫咧判决出来了后，公开场合就批评纽约州的司法单位是配合对手阵营，用司法做武器介入大选。大凯支持者大声欢呼，川普也对咧拍破啊！这原本不是竞选造势场合，是伫费城举办的运动会大展。支持川普业者伫现场推出川普亲身签名限量版球鞋，上贵的公司爱399块美金，合台票超过12000个。川普伫现场阁提醒支持者，为初选到大选一定要出门投票。We have to go out and vote. We got to get young people out to vote. And you're going to vote, and we're going to turn this thing around. 不过，除了反对川普的电影公开批评主办单位，让川普有机会上台讲话机会，司法体系也出手。川普家族事业重心之一的纽约，当地法官伫顶个月判决检方胜诉，因为川普家族企业牵涉无实在财务报告，早期罪成立，要求川普爱交3亿5500万美金，相当代表111亿4400万的罚款。Today, justice has been served. Today, we prove that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No matter how rich, powerful, 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you are, everyone must play by the same rules. 不过，把最贵的检察官加州律师拉曼尼对川普有无同款的看法。There's no question that Donald Trump is a target of state and federal prosecutors, and a lot of people, including voters, believe that Donald Trump is being treated unfairly. But selective prosecution is not a legal defense unless it's for some constitutionally prohibited purpose, such as race or religion. 川普本人伫参加费城运动会大典了后，赶去密西根州的造势活动，演讲当中也阁批评对手阵营，用司法做武器介入大选。No jury was allowed. I wasn't allowed a jury. You're not allowed a jury because under the statut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It's so unconstitutional.
已经川普支持者发起募款，要为川普交罚金。由卡车司机团体准备抵制纽约州，负责为纽约运送货物。这摆判决是民事，除了罚款以外，无坐价的问题。另外对选情影响要搁观察。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来关心这石棉污染的问题，澳洲当地政府表示，伫真侪间学校发现到这种有毒的物质，需要搁较侪时间来处理。目前伫学校运动中心，也搁超市41个所在发现到这款的污染物。本地18要举行的雪梨冬季活动也拢先取消。学校附近有防火线，工作人员穿着规身躯的防护衫，处理用防水布砍掉的污染物。澳洲雪梨石棉污染事件范围搁再扩大，又有7个公共场所，包括学校、体育中心甲超市，因为受到石棉的污染，互当局紧急封锁。Two schools have now returned negative results, which is obviously pleasing. And there is ongoing testing at a further 4 schools. 自从1月底伫咧雪梨一个游乐场发现石棉污染物了后，当局尾也搁伫咧41个所在发现廉洁石棉。新南威尔斯当局已经设一个石棉工作小组，提供环保局更加侪资源甲资源。这是1991年这个机构成立以来所进行的上大规模调查。I was honestly quite surprised because I guess this is kind of a hangout for a lot of students. So it's quite, we spend a lot of time here. It's just a bit scary. I mean, like, it is a little bit worrying, but if you're not touching it, maybe it's not quite as bad. 环保局上新的资料指出，一直到18有买加700项检测结果是阴性。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原本定23开始要连续唱4天的演唱会，伫所在检查无问题了，将会照期举行。All of our tests at Olympic Park are negative, and I can say with certainty that the Harbour City is ready to welcome Taylor Swift with open arms, and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wifties who we expect to enjoy her sellout performances. 不过原本定18要举行的雪梨冬季狂欢节活动是被取消。石棉因为有加固阿门土加防火特性，伫19世纪末真做正普遍的建材。不过尾仔研究发现，人若吸到石棉的纤维，真可能会致癌，所以这么真侪国家拢已经禁止使用。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译。过年了后，国内呼吸道疾病疫情有加悬的趋势。就医生表示讲，唔那新冠肺炎、连流感、送病毒、微肠菌等呼吸道疾病也拢增加。另外，疾管署也公布国内头一例这麻病本土病例是北部30多岁男性，4天内捌看医生2届，确定是出麻。目前已经掌握到接触者有199个人。拜过道诊所坐满等看病的民众，根据临床医师的观察，除了新冠肺炎、流感来看病的，也有腺病毒加微肠菌感染，其中各以持续发烧的腺病毒感染率一直增悬。咽喉结膜热啦，发烧时间如果是幼儿化时间比较久，有时候烧个3-5天，就表现会化脓啊，所以病患的痰多，而且咳嗽声音会比较深，再加上药粉吸收困难度比较高，有时候就会造成他发烧时间就会更久。意思是讲，过完年后，部分大人囡仔呼吸道疾病患者确实有增加，不过升悬的幅度也是属过年前翕报疫情，因为高峰无明显出现，医疗流感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伫2月下旬应该就会慢慢完好。另外，疾管署原来伫19下晡公布今年头一例本土出麻的个案，是一个住伫北部30多岁的男性，4天内2遍就医。2月15日急诊，互人发现伊的面甲四肢有红点，确诊是出麻，紧急隔离。那唯一就是公共场所的活动时，就是大年初2下午去张寿司而已，所以他的足迹只有这一处。那本身这位民众的接触者是同住家人2位，非同住家人4位，还有就医的接触者190多位哈。最晚要监测到这个3月4号。疾管署表示，咱国为2020年到即马累计拢总4例出麻的病例，年纪是20至30多岁，2例是本土病例，2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但是出麻是正熬活人的疾病，出片前后4天拢会活人。民众若是有发烧、鼻炎、结膜炎、出红点这个症头，爱赶紧就医，并主动交代，予医生知影相关的旅游甲行大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位民众过年期间伫台南买一包有品牌豆干，才发现讲内面有死鸟鼠。台南市卫生局表示，这包豆干是台中的工厂生产的。台南市卫生局就请台中市卫生局去查现场了后，敢若是排水沟无嵌挂电风有营养尔，无找到这鸟鼠的分裂。不过也查出讲，这寡豆干呢是背后高雄小港一间公司家己包装家己卖。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下晡去查，同款无看到鸟鼠的分裂。相片顶头会当清楚看到鸟鼠规只的头、目睭还有毛。不过，这只鸟鼠干却是伫咧大品牌的豆干内面发现到，消费者是惊到半小时。这谁看到谁都怕，同一批次的价而已，咱有可能巴肚会痛，所以咱希望讲，厂商吼关于同一批次要先下架。当事人透过议员表示，今年过年期间伫台南买一包真出名的豆干来食，想袂到食到一半就看到这鸟鼠干，当场是惊甲吐出来，也随向议员陈情，向台南市卫生局通报。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于上周六下午接获民众反映购买的零食豆干产品包装内疑似有老鼠的尸体，随即进行调查，经查产品制造商位于台中市。依源头管理原则，今日将移请台中市卫生局进行处办。所以因为这道观光场伫台中到一个进前，台中市卫生局还佫伫咧稽查，无对外说明。不过机关强调这是重大食安问题，要求相关单位随爱进行追查。侦查到底有偌济类似这款的物件流到市面上，也要求同一批豆干食品爱随落价，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洪检出有致癌物质苏丹胺的咸姜仔粉，16日已经开始回收。调查发现，讲高雄一间贸易公司买25公斤有问题咸姜仔粉做原料，生产19项相关的产品。市政府表示，讲目前市面上有问题商品拢已经回收落价，民众若总有买到，也会当退回。卫生局人员咧，甲连锁卖场稽查，确定包括糖粉、香料粉、腌制粉等19项的产品，拢已经落价。这香料的产品拢是以红验出苏丹胺、辣椒粉来当作是原料所做的。经查流向台北、台中、台南以及高雄，本局配合新北市卫生局通知，依法清查流向，并公布下架回收相关产品。市府表示，落价为16号接到新北市通知，原料所陆上检出到苏丹胺产品，有流向高雄的贸易公司就已经来启动。公司是伫咧去年11月买入25公斤的问题原料，有11公斤是用来制作是险的药膳汤粉等等的相关产品。有价这产品总重量187公斤，现有的库存剩41公斤，已经请下游16间业者就爱落价。政府还是应该要把关好啦，不然其实我们也看不到实际的成分啊什么的，我们也只能听就是厂商觉得标示有这些东西，可是到底有没有加，其实我们根本没办法，所以尽可能我们都只能自己做给小朋友吃。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漏洞，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在发生啊，然后民众也是觉得吃的还蛮不安心的。食安的问题看起来，敢若搁要重新搁再来，嘛，互民众是真烦恼。毋过市府强调，伫咧19号进前，问题产品伫咧全高雄的通路拢已经落价，消费者袂搁买到。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第34届台北国际册展明仔载起过，展览到礼拜。这摆自动主题馆用航海冒险做主题，除了囡仔册，有台机 Podcast 也参公司台机台合作现场人气红啊！而且呢，伫咧现场也有袂少这台文社的囡仔册。展场装潢做大船的模样，这是台北国际册展的移动主题馆。因为今年是荷兰人航海来台湾400天的日子，所以这摆的移动馆就以航海冒险做主题。除了读册互囡仔听，也有台语 Podcast， 佮参公司台语台合作人气红啊的表演。希望把这所操学呢，佮表演的部分呢，带来现场。互囡仔有一个新的去享受，现场嘛当做这个手抄哦，家己做，做完了后呢，大家做伙表演。册本以外，绘本以外敢若用听的，嘛当用录音的，所以现场呢有咱的全场式已经变一个是 Podcast 的录音室，所以囡仔会当来体验。
透过各种形式，以无同角度丰富囡仔读册的经验，互囡仔爱读册。这几档真拍标出版台文册的台湾文学馆馆长林金力观察，市面上的台文册出版是愈来愈兴旺，台文的囡仔册嘛愈来愈多。像讲阮台文馆嘛是最近这几年嘛是出版袂少的台文的册，嘿啊，包括歌仔册啊，还有囡仔册，嘿啊，所以啊销路嘛是拢真袂歹，有愈来愈多的少年吼学生啊啥，可能因对这国家可能是我感觉这家国家语言法吼的推动嘛。是应该是有关系啊，所以大家对台语吼嘛是感觉愈来愈有兴趣。林金力也发现，开始有少年人认为讲台语是长时行，伊认为社会看待台语的态度正在豆豆啊改变当中。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讲台语长时行，不过最近这高雄轻铁的发言伫咧网络顶头引起真侪讨论。教育部自2019年就委托学术界做台湾地名计划调查，针对捷运代替顶站名地名去录台语含客语的讲法，要提供予大众运输做发音的建本。连即届引起争议的轻铁，一个计划研究员也讲，伫日本时代就轻铁这个台语的讲法。高雄轻铁这2字的发音最近伫网络炒甲真热，北协助教育部研究台湾地名的研究员指出，其实轻铁这2字自日本时代就有文献记录，民间嘛有在讲的就是比火车较简单的轻便车。咱讲代替的大火车嘛，也是较轻便的，或者轻铁，所以咱日本时代讲的轻铁，实际上是人咧塞的迄种轻便车。即马即种的轻轨，实际上是食电的，但是咱嘛是有即个名词，而且咱台语足久以前就有咧讲轻铁即个词，所以我感觉讲咱轻轨改讲做是轻铁，应该是无啥物问题。为着要甲一寡古早的台语地名找回来，教育部自2019年就委托学术界做台湾地名计划的研究调查，针对捷运代替等等的站名、地名和台语含客语，提供予大众运输做发音的参考。计划主持人认为，台语的站名无鼓励用华语取代，也是照字翻，也着保留语言背后的文化底蕴。上惨的，就是直接摕迄个即马国语安怎叫，咱就甲迄个字摕来做台语的文图。照你讲，其实咱告诉本地，咱也是讲原来土音，也是讲迄个白话音，其实都有家己的一个讲法，其实应该会使用一个用创词的概念去创作一个较好一个概念出来，这其实真好一个代志。亲像台铁有一站华语叫做山车，其实用台语的旧地名山卡来念，随就会当了解伊的地理和地形。实际上，咱在地啦是讲山卡，就是山的下骹的意思。伊尾也的亚化做山家这个字，用伫咱火车站嘛、国小嘛好，拢是用山家这个字。但是咱念的时阵嘛是爱讲山卡较对。另外嘛有民众反映讲，电话公车甲台中的大雅区读做大雅，然后台南的延平郡、王树甲郡读做准，这拢是唔对的。研究员表示，若是交通部会当参考教育部的台湾地名计划调查结果，就会当改善这寡发音的争议。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2月1日是世界母语日，主心推广台语的关怀文教基金会提早举办哪走哪斗道的活动，安排台语拍通关游戏完成挑战，就会当斗出一张有无同款国家语言的斗图，希望透过活动，让大众知影世界母语日的意义甲由来。那啥物？牛，嘿，讲一遍牛，过来。参加的囡仔对志刚念出动物的名，佮有用台语小解台湾好佚佗的所在。2月2日是世界母语日，关怀文教基金会提早举办哪走哪斗道的活动，互民众耍游戏、讲台语，熟悉世界母语日的意义。阮是讲第一项，就是互大家知影世界母语日的意义，迄个意思是安那。就是期待通世界，期待联合国期待，所有的国家，大家人拢会当尊重咱通世界各种6000几种的语言。虽然无共款作文，但是拢是世界的财产，这应该爱大家互相尊重。活动游戏有安排模仿动物、画图、分家规啊等等，重点是拢爱用台语过关。完成挑战，就当斗出一张有无同国家语言的斗图，参加的民众拢感觉真有意义。拄好带小朋友来遮耍的时阵，然后看到这个活动，所以顺便来遮参加这个活动安尼啦。嘿，伊嘛感觉讲就有意义安尼。阮某都有发现这个活动，要互囡仔体验者迄个台语安怎讲，互因了解咱即马台语是要安怎讲，体验一下这样子。
关怀本教基金会表示，这边活动看到足侪大人囡仔做伙参与，大家参加真欢喜。未来会继续举办多元的台语活动，实现语言平权。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桃园市野鸟协会伫咧桃园机场附近的南坎溪发现一种规身躯拢是黄色鸟毛的大鸟，这记录当中是第2届出现伫桃园，顶一届飞来台湾已经是15年前啊。伫桃园南坎溪有看到一只规身躯的毛拢是黄色的阿米亚，伫咧溪内面整理伊的毛，伊叫做毒蝠。真侪爱鸟的人知影消息了，拢赶来遮翕相。记录中，毒蝠伫台湾出现过无几遍。桃园伫大溪溪洲桥有发现过1遍，过15年了，搁出现伫咧桃园。在南港集有看到这个东西，我还蛮惊喜的，还蛮开心，可以在桃园这个丰富的地方可以拍到这些东西。它是生活习态是在高山的湖泊、河口、溪流，还有沼泽地方都会出现，在我们桃园是第2笔的记录。野鸟协会讲，这边是伫桃园国际机场外围进行例行鸟类调查时阵发现这只毒蝠，又个叫做黄麻鸭，或者是赤麻鸭。古早时阵也被叫做原香。欧洲、亚洲、蒙古、中国，甚至非洲的西北部拢有捌发现过。不过台湾无伫咧伊的过冬迁徙范围内，算是正罕见的东岛鸟。要安静的欣赏，然后也不要破坏当地的环境，更不要去惊吓它，来让它起飞，来拍所谓的飞行版。野鸟协会讲，甲桃园机场有真侪外国旅客同款，桃园滨海地区也有真侪外来岛鸟会伫遮哮喘找食的。除了毒蝠，还有其他真罕见的鸟仔。协会希望民众若要来看鸟仔，用翕相就好，尽量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干扰。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六是世界垃圾日，台东关山的桥上就出现一只垃圾，就被放送去野生动物保育协会，因为健康无问题，随个野放。不过垃圾出现在咧市区，这已经不是头一届咯。保育团体认为讲，真有可能是垃圾的生态地受到影响，咱爱赶紧想办法改善。生态工作者伫花东唱过，垃圾的栖地采野生动物监视器，几啊届记录到真珍贵、真罕见的保育野生动物垃圾出来找食的。也有乌空作收，因为台湾垃圾的数量伫2019年的调查，差不多15000只。伫台东县鸾山地区族群的密度，每100公顷差不多有12.8只，数量是真少。不过因的栖地当受到威胁，所以现在离开栖地，出现伫人家厝或者是人较侪的所在。因目前推估可能是它的栖地受到了干扰或者是影响，它不得不离开它原本的栖地，去找寻另外适合的栖地，而这个过程就可能会不慎跑进民宅。17是世界垃圾日，伫台东关山的一间便利商店，就出现一只垃圾走入去店内底。店员报案了后，警察甲伊送去地上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经过兽医的检查，加在这只垃圾真健康，就随甲野放返去山区。不过嘛，怀疑讲可能是有人捡到，唔知要安怎处理。警方呼吁，民众若是捡到垃圾，就要通报，若无可能会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猎捕、斩杀、保育类野生动物者，将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金。保育团体嘛烦恼讲，垃圾会去互发现，有可能是因的栖地附近有人使用地草剂等等的农药啊，造成垃圾食物的来源狗野消失。这垃圾因为想要找食的，所以离开栖地才会去互发现。呼吁民众伫垃圾会出入的所在，唔通使用农药，互因有一个安心通好生存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结合在地国中小，用1年的时间筹备家族秋故事特展19正式展览。这摆除了让学生了解过去先民的开垦过程，登去采访时代甲调查族谱，落尾阁画出家己家族的故事，大家来交流分享。台港分校执行长认为，这就是营造在地文化学习的一种方式。囡仔特别用多样化的方式展现家族的点点滴滴，不论是顶一代的爱情故事，也是家族奋斗的生命经验，是囡仔经过采访、检抄户口抄本画落来的成果。台港社大头摆结合在地国中小，用本土教育课程来做家族树的作品办特展。过程虽然高纲，不过完成了后，囡仔讲因了解祖先打拼的艰苦，兼体会食果子、拜树头的遗憾。
当知影以前我唔知影的时代人的生活以及因的辛苦，更了解阮岛，嘛更爱这个家庭。台港建争200年，迄是骨力地人哦，相放伴伫这个所土地来奋斗吼，其实足多元的，互咱在地这个三地人，包括着教育、文化合作，共同来共比啦吼，来做这个咱台港100年家族史的这个公民数学的运动。安南区古地名合作台港123年，因为一场大风雨，地处专门溪街道内海变成湿地海波，就要有真侪地头的先民来遮开垦。这摆特地嘛邀请在地记者来分享，甚至摕8段历史加做留落来自传甲译文，互大家看。在地市大讲，虽然写作谱有转去，不过因毋望未来通继续记录因家己的根。阮六帮头，阮这有六帮头嘛，所熟悉的就是讲，这帮头有生几个囝，这帮头有生几个囝。因的轨迹，因的走的路线吼，咱会了解咱的规定吼，咱有会当知影讲，因较早是安怎，咱即摆是安怎，莫去做唔对，还是讲做啥有一个整体、有一个借鉴吼。台港8年家族秋故事展顶到3月7日，台社大台港分校执行长表示，地方历史过去较无人注重，因希望透过这个活动，通带动众人通甲家己故乡历史文化找倒转来，嘛听惜先民所传承落来一切。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嘉义溪口为着要保留地方的人西甲武术文化，邀请乡内外高级武馆，总共150位武馆人员举办溪口价店文化节，希望让溪口的传统武馆文化继续在地方发展。代表武馆的师弟一团接一团轮流来向民众展示因的功夫。嘉义县溪口乡的价店文化节，高级武馆用人赛技的甲传统武术互相交流，嘛让民众感受当地的气氛。在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举办这个在地武馆的这个大调查。那我们这个线上纪录片也已经在2019年发表。那但是这次我们就沿用这个主题，那把这个在地武馆跟这个元宵绕境做一个结合。大家做伙来人赛，拢足欢喜的，会使传承咱以前古早人的智慧。溪口乡公所表示，2019年的在地武馆文化调查发现讲，溪口乡14个庄头当中，都有23间武馆，但是拢拄着传承的问题，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延续这个文化。地方上，还有台湾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有会使买一个庄头，会使互大家邻居在一起，最主要是来有咱台地有咱的文化，这袂咱把咱溪口乡这文化流传袂无去，搁甲救倒来，这是上好。在地武馆表示，进前因为疫情，价店文化节已经停办3档，今年因为乡公所拍拼牵成。若有在地庄头的武馆，佮邀请乡外武馆做伙参与，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民众认捌这个文化，也让西电甲武术的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日本3大正特殊的祭典之一的日本岩手苏民祭，说因为参加的查甫人拢爱赤身裸体，非常有特色，也因为讲这高龄化人无够的问题，伫17暗时举办最后一场祭典了后，就正式停办啊。穿着传统祭典用的丁字裤，查某人排队准备到水池，用冷水往身躯顶泼。这是日本合作3大基地祭典的苏民祭。每一档的2月，岩手县澳洲区澳洲市拢会办一场祈求五谷丰收、无灾无厄的苏民祭。因为参加祭典的查甫人用的全身躯烫白体，又搁合作烫白体祭典。今年的苏民祭，民众为日本各地来参加，人数超过过去2倍外，因为这是历史上上尾后一场苏民祭。最後だから参加したみたいなところがあってやっぱり思い出深いなと思います亡くなるのはやっぱり辛いですよね。岩手苏民祭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参加祭典的人进行了后，去到高瓦顶踅着寺庙行，最后进入寺庙祈福，搁集中到寺庙内底药师堂去抢一个护身符。每一档拢是透明举行，加上来参观的游客达到2-3千人，所以为前置作业，到祭典迄一天的人潮管理控制，拢需要真济精力。也毋过受到主办寺庙的信徒年岁大、脚手无够影响，愈来愈歹照过去的仪式继续举行。寺庙就宣布决定办完今年的活动，就停止祭典，未来改做互主持诵经祈福就好。
今のその少子高齢化とかその担い手不足っていうね問題もあってなかなか昔のままの形で続けていくのがやっぱり難し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その寂しさ感じましたね。尽管是汤马提制定爱伫县稻泽市的国府宫制定，为了解决高龄化甲骹手无够的问题，是头一届决定开放予差不多100名的女性穿着制定的服装参加部分的仪式。毋但予有1250档历史的制定，会当继续传承，嘛予制定的形式会当在着时代做改变。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咱这回来关心明仔载天气。讲到明仔载，台湾各地头甲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是侪云到好天。若西半部就要注意，这早暗温度是差真济。若东部地区、北部山区甲恒春半岛有会落地阵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这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8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摸到什么物件这么兴？伊的台语爱安怎讲呢？哎呦，知影就要紧吃啊！大鸡呢？大鸡。